是吧，嘉玲？沐晨，我每次遇到危险，你都第一个来救我，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？先别说了，我们去医院吧，好吧？来，徐叔叔，好，走走。徐教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两个绑匪劫持了嘉玲，想逼我交出 KSL 的配方。幸亏你们的帮忙，才及时救出了嘉玲。最后那两个绑匪引爆了炸弹，想要跟我们同归于尽。要不是大家都反应及时，今天可能就见不着你们了。我可以作证啊！那两个绑匪绑架了嘉玲姐，还敲诈许叔叔。只可惜啊，要不是没有某人来捣乱，我早就过去救他们了，说不定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哎，你别走！你说，嘉玲姐出事儿是不是跟变异人有关？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不准你踏进天星研究所一步。你越这样，就证明你心里有鬼。只有你会走啊，我也会走。哎，爸，你先照顾老姐，我去看看雨桐啊，免得她又惹事儿。好。啊他们都走了。你今天这事儿闹得也太大了。反正所有证据都炸没了，算他们倒霉。还好，没被沐晨发现破绽。是因为他眼里只有我，
你还不打算放手吗？当年我们会分手，是因为他怕伤害到我，也是时候让他回到我身边了。嘉玲，你太沉迷于这段感情了，你这样下去会失去理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累了，我想先休息。好吧，你自己多保重，我先走了。要得到 XT 病毒，只能另想办法了。知道谁是绑架案的幕后主谋了吗？大人，那2个绑匪想把 KSL 的配方卖给外国公司，没想到却失手炸死了自己。我想，应该没有人指使。只是为了钱？魔月水晶，去帮我调查清楚一件事情。这场爆炸弄得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停车，真是太不方便了。这爆炸现场损坏得太严重，没留下任何线索，查不出绑匪的身份。不过好在你跟嘉玲都没受太重的伤。好，多亏了沐尘和雨桐及时帮忙，我们才脱离危险。最近研究所确实不太平，我会让沐尘好好调查一下。你也要格外小心。徐叔叔，我要当天星研究所的研究员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招聘面试要到人事部，你说你在这儿拦车多危险啊！那个邝沐尘，他跟我有私人恩怨，肯定不会让我过关的。徐叔叔，你就帮帮我嘛！行了行了，我回去研究一下啊，到时候再跟你联系好吗？我不管，你现在就答应我。慢一点啊！不，危险！奶奶，你醒醒啊！奶奶，奶奶，婆婆，奶奶，怎么样啊？说倒就倒啊，这多危险啊！看来已经不行了。只要还有1%的希望，就必须要救。看看这还行吗？多危险呀！这老太太躺地上，够凉的这是。看来快不行了。哎呀，真可怜呀！奶奶，让一下。快救救老奶奶！快救救她！有脉搏了，奶奶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好了，奶奶，你醒了？这下就好。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
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这个老婆婆真的不行了呢。那个冯雨桐，差点害死一条人命。你误会他了，沐晨，他是为了救孩子，车祸纯属意外。事故还是因他而起。在你眼里，我就那么差劲吗？谢谢。这一杯啊，原本是给你的。雨桐，你这是生气了？哎呀，徐叔叔，我之所以死乞白赖想进研究所，是因为紫苏她突然被一个白眼睛的妖怪袭击了，我一定要帮她查出真相。就凭你，就凭我，怎么样？救命啊！怎么，他们无辜被杀，你心疼吗？哼，怎么会呢？我只是嫌他们毫无还手之力，杀得不痛快而已。哼，你放心好了，下一个就轮到邝沐晨了。可是邝沐晨实力那么强，恐怕和我们4大天王之力，也没有10足的胜算。当年是除妖师害死了你的父母，难道你不想报仇了？儿子，赶紧跑，不要管我们，赶紧走！爸妈，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去找人救你们。快走！其实这次行动，我们另有目的。爸，我和他怎么会有缘分？那为什么每次他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你都能感觉得到呢？就算有，肯定也是孽缘。其实那个雨桐，我觉得跟你母亲还挺像的。爸，他怎么能跟妈妈相比呢？我看得出来，雨桐虽然性格莽撞，但是她跟玲玲一样，有颗善良的心。我也曾经爱过一个女孩，她也很善良，只可惜我们不能在一起。你跟那个徐嘉玲，天生命格相克。那次车祸就是一个惩罚。爸，如果不是当时你狠心离开，恐怕她现在早就没命了。好了，沐晨，别想那么多了，上天自有安排。喂，开心。什么？爸，
有一批实习生在黑山采集标本的时候，集体失踪了。黑山？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什么？行，我马上过去。雨桐，实验室出事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有几个实习生在黑山失踪了。又是研究所出事，我要去找他们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也要去。哎，雨桐，你别闹了。不行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哎，古大叔，我今天有事儿，我改天再来找你啊。哎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哎呀，等等，雨桐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人在山上布下了结界，那些实习生恐怕凶多吉少。我去救他们。沐尘，这恐怕是个陷阱。爸，我会小心的。大哥，带我们去呗。那边太危险了，你们不能去。哥，你别老把我们当小孩嘛！斩妖除魔的事，我们也有责任呢。啊，大哥，带上我们呗。让他们陪你一起去吧。哥，大哥，好吧，一切听我的指挥，好吗？ Yes sir。怎么绕来绕去还是这里啊？这里好像有结界。啊？喂，你怎么进去的？都跟你说了，我是巫女。巫什么女啊？我看就是个神婆。 把手给我，我拉你。厉害呀！厉害吧？啊，咱们走吧。走。有结界，让我来。 好了，我们走。看来我们要分头行动了。在整个结界里面，我们的力量会被压制。你们俩万事小心。遇到危险，立刻给我发信号。好的，大哥。去吧。行烈，有我，注意安全。 又想有幻术吗？喂，醒醒！
先杀了你！你越是用能力，毒素蔓延的越快。这是我在来的路上做的记号，看来我们已经迷路了。我看我们不止迷路了，我们还中毒了。这烟雾有毒，我们再走不出去就完了。要不我们找大哥来救我们吧？不行，这点小麻烦都对付不了，那要我们还有什么用？好吧，那我们继续找出路。这儿怎么这么多石头啊？而且摆放的还很整齐。这里阴气很重，失踪的人应该就在附近。雨桐，你觉不觉得这些石头摆放的很奇怪啊？黑暗之势，活人之躯，妖怪之毒，这是神之阵！救命啊！他们就是失踪的实习生。他们好像还没死，我们快想办法把他们救下来吧。这怎么救啊？我们把石头搬开。啊！走！快跑！什么才算是不适合？平平淡淡爱只是生活，人越来越爱追溯当时丢了什么，犯的错都是种挥霍，越来越深越迷糊了，付出越多越怕不值得，你不懂也不晓得，只是怕你走了，我们都做过了些什么？如果若没有如果，回到最后一次拥抱那一刻，无论如何也要让你懂得，犯贱绝情是我掩饰的脆弱。如果若还有如果，或许你我究竟终究争不